住完喺海邊酒店，對住個靚靚海食早餐之後呢，我就搬到去同一個集團對面嘅 Villa 區啦。住 Villa 嘅好處就係私隱度更加高。嗱，呢一個呢係屬於我哋 Villa 嘅泳池啦，但係呢個都算係公家噶啦。行幾步路去到我自己嘅 Villa 裏邊，一打開門我就擁有自己嘅泳池啦。然後當然要入屋睇下啦。呢個廳足夠招呼幾個朋友一齊返嚟飲嘢，然後去到睡房位置，後面仲有個好大嘅洗手間，而洗手間穿出去有個半露天嘅浴缸啊。後邊呢個位出去呢，都會去返我自己個私人泳池度㗎。換返件衫，可以喺泳池旁邊不停跑嚟跑去曬個太陽，可以慢慢影下相。肚餓呢，就可以叫佢哋攞嘢過嚟俾你食啦，或者隨時嗌飲都絕對非常方便。呢一位哥哥仔就係我嘅私人管家啦，佢非常之好服務㗎。下午茶可以喺度食，早餐當然都可以喺度食啦。瞓醒第一件事嗌個早餐先。如果望夠咗自己嘅私人景，可以出去出邊一個公眾地方。嗱，呢度呢會人多少少，不過你見到其實都係冇乜人嘅，私隱度都係非常之高。但係個泳池當然會大啲啦，可以喺度享受下日光。